如果我分享一个我的感觉好不好？就是我今天想要跟你们说，我觉得，因为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比较多，然后我刚刚来，然后跟那个黄鑫，就是我叫你黄鑫好不好？叫文心就可以。文心哦，要那么那个吗？这样比较。可是第一次见面叫文心有点不好意思。不会啦，就是这样，感觉就是会比较像朋友，像朋友一点。好，来到就是我其实今天第一次见到他，然后可是为什么会就真的蛮想邀请他来？就是当然外表是真的帅，但在我心里，我觉得他的帅不是外表那种帅。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，因为可能我年纪到了，然后选男生的标准，还有在我标准里面的帅是不一样的。对，是内心的，对，是内在的，不是外在。要强调自己的内在，这是真的。要跟你们说，你们可以上网搜寻一下他的故事。他太太今天有来，太太非常漂亮，就是很清秀，然后素雅，然后有气质的那一型。以前他就是很年轻的时候不好过，然后做非常非常多的工作，然后那时候也默默无名，然后就是可能钱就是一点点，就是收入不是很好，然后一路上啊到演艺圈的这一段，其实没有人看好他，因为我记得你爸爸妈妈很想要你，就是专心做一般的工作。对，就是我妈妈就会一直希望我的工作不要一换再换，可是我就会觉得。就不知道为什么工作做了大概1年半载了之后，对，做很多种你就会觉得失去了那种热情。那我就一直在找说，有没有自己的兴趣？可是有兴趣的东西，它可能不见得可以赚钱，是，那就是很拉扯了嘛。然后就现实跟经济中对那个对，那时候。反正就是去做了一些工作，然后我妈妈也不希望一直换我，也就是听着她的教导，就说好，然后就听妈妈的话，就不要那么换来换去了，因为自己也拿不定主意，到底我要做什么，然后就自己做。对，后来是因为一个因缘际会之下，那时候歌唱比赛，然后先星光大道，然后再来有超级偶像。对。那我老婆就看到超级偶像，她就帮我报名之后，听一下他的故事。其实我一开始也不知道，然后报名了，他是隔天才跟我说我帮你报。我说啊，你干嘛帮我报？他现在在偷笑，他老婆没有看，他在看那个荧幕，可是老婆在偷笑。然后他说不管，他已经帮我报了。然后报了之后想说啊，没关系啊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世界会唱歌的人太多，唱歌比我好听，唱歌很厉害的人太多了，再怎么样也轮不到我们。然后我就反正没关系，就下去唱了，没想到我竟然就是有入选，然后就一直比赛，然后就进入这个演艺圈。那当下我那时候比完赛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想法，我就想说，我这个就一直都找不到23，因为我记得快30岁了，我那28岁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一直都这样懵不要弄吹不掉。不知道重心是什么。对，我重心是什么？我的理想，我的未来到底是什么？对。我忽然有一种感觉，想说，我是不是可以把演艺圈这个当作是一份自己的事业，去好好的经营它？那之后呢？没想到就是，我觉得老天爷也蛮眷顾我的了，都要马加贺。然后我就一路就是还蛮平顺，一直到现在。那当然，我那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，对，因为比赛，我记得比了8个月的时间。那你不可能比赛又工作，因为我们是这样，礼拜6录影，那礼拜5是要彩排的，所以我每次常常就是礼拜5要请假，就变成说工作也会衔接。对，然后请到后来，其实老板就是也不是的北宋。就是他后来就跟我对，那其实那是我自己提出辞呈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压力太大了。他后来就跟我讲说，其实我很早就想说你干脆不要做，可是既然你自己对，他只是比较害羞，没有开。对了，不好意思讲，那老板也不错了，可是因为我就是会延误到大家的那个进度。那后来呢就没收入，就是每天过着太有一餐没一餐的生活。那其实。基本上就每天，我记得我每天都吃卤肉饭。卤肉饭好像，整天的花费啦，
2餐哦，应该大概在100块左右。你就跟他一样，以前一样，他以前也是跑路一段时间。对，进修啦，进修。其实跟朱大哥一样，对，没有，其实所以那时候其实你知道吗？那个文心的故事是林董告诉我的。林董说我说真的，而且是林董自己签，他说他真的很欣赏你，他说他觉得他跟林董一样爱家爱老婆，然后顾小孩。对，然后林董说，因为他也到一个年纪了，然后所以他知道是黄文心的时候，他有去搜寻一下他的故事。他说一定要把这一段讲出来，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，懂得就是说感恩，然后在功成名就之后，还会回头记得当初陪你的那个先生，还有初心，没有忘初衷，然后没有抛弃自己老婆。他真的对他老婆非常好，老婆就是他的经纪人，他们2个就是还是一起顾小孩什么的，所以。我刚刚有问一下文心说，那拍戏的话，8点档嘎时间很长，小朋友怎么办？然后你都没有办法陪老婆。他说他很坚持，就是一定工作只能拍到一个段落，他就一定得回家。对。我说，那你这样子不就是会常常落高一些或者什么？他说，可是他觉得家庭就是要摆第一。对啊。这是我刚刚在下面跟他，我们在办公室真的聊了1个多小时，我真的很欣赏这样的男生，不是因为说。帅或是什么，因为现在看男生的角度不一样了。然后就是今天如果就是线上的女生或是老公有看到的话，就是多多学习一下，好不好？然后我觉得女生的话，有对象没有对象的话，我觉得真的先生就是希望能够找到这一型的，然后还有林董那一型的，好不好？对，爱家爱老婆，然后有责任感。2个是要互相扶持，要互相，不是只有一个，不是说享受，就是男人就是赚钱，然后女人就是要顾小孩。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。他说他不想要当一个赚钱的机器，他刚刚跟我说，所以他说他很希望在有空的时候是他陪老婆，然后陪小孩一起成长，因为那个时光他说其实就很短，一下就错过了。对，你是不可能回到以前的，而且因为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想法，是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，我爸爸妈妈就是比较传统，那爸爸就是外面工作，妈妈就是照顾我们。可是后来长大之后，其实我不知道，就跟我妈很有话聊，然后跟爸爸就疏远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爸爸也不是说会管教我，会打我干嘛，可是反而是我妈妈，你知道以前的教育就会揍啊打，可是我反而长大跟妈妈好有话聊，那我跟爸爸就是会打招呼，可是就也不知道要聊什么话题，那当下就让我意识到说，我以后小孩会不会跟我变成跟我爸爸这个样子？万一只赚钱没有陪伴的话，会失去掉很多的共同点。对，有时候你可能会想，可能我也会想要跟小孩讲，可是小孩就可能跟我讲不到什么，都就是跟妈妈讲比较多。那其实我自己内心，我觉得我应该也会很受创。对，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，他在小时候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让他跟他多互动，多陪伴他，哪怕是中间没工作或怎么样，我也觉得没关系。少赚一点，但是你可能往后或是老年的时候得到的是更多。对，应该要这样想。其实有时候我也会推掉一些，就是工作太忙，我也先推掉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很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光你花再多的钱你都买不到了。你有时候你可能你现在赚很多钱，然后你都没有陪伴自己的家人，陪伴爸爸妈妈，陪伴老婆小孩。等你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，所以你有钱啊，可是这些人、这些小孩或者是你的家人都跟你慢慢疏远，甚至就是对啊，可能你在赚钱赚太多钱，那个也是买不回来的。对啊，对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那个线上的爸爸、线上的老公有没有听到？然后老婆把这一段那个直播录下来，或是储存影片。等一下给老公听一下，我相信现在还是有很多，我觉得永天是还是有很多很好的老公跟先生，然后还有爸爸。但我真的觉得，我之所以很欣赏他的原因，不是外表，是内在。然后你看哦，他坐下来可以跟我们聊这么久，然后他是一个很可以讲很多话的人。我真的是很欣赏这样子的男孩子。可能我们年纪到了，看事情的角度会不一样。双子座的很健谈，因为8点档，摄影棚不是都会打光，有苹果光，看起来皮肤很好吗？苹果光是会底下一个板。对，我看可是我们摄影棚它是4个机器作业，所以它除了单机作业，它会把反光板在你的正下方或者在你旁边，剩下的你在4机作业，因为4机作业很多死角，你不能随便乱站。所以不是每一台机器下面都会均匀的打到苹果光，对不对？不可能。
所以它的光一定要打到很亮。它打到很亮，其实当然八点档它光很亮，它就很利，它会透过你的皮肤，所以你的皮肤有一点坑坑洞洞或者是毛细孔很大，它其实都看得非常清楚。所以变成说会像照妖镜那样。八点档其实它的那个画面就是照妖镜啊，就是照妖镜，听得懂吗？如果肤质很好，它其实就是 OK 了。非常好。那你说像我们拍公共电视苦力或者是一些电影，它其实他们的光跟因为摄影机器的关系，它拍起来会让你有点唯美感，所以粉都不用上太厚，它其实拍起来。你有时候会粉想我不要上太厚可是我那个痘疤什么会很清楚，不会，反而不会。可是你在八点档，你有痘也要遮，可是又不能遮太厚，因为会有粉痕啊。对，因为你说那个光很透，对，所以你妆上的不好或有瑕疵都很明显。对。听你叫卖一次。叫卖我袂晓啦3600+1。你给我唱歌我会晓，你给我叫卖我真正是袂晓。这是网友说的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他啊是真的斯文他不是那种假掰的斯文，对，他是就是那种叫做彬彬有礼，然后气质很好的男生。所以我们不要为难他叫卖，我们来抽奖。他真的人很好，有求必应。他很勾引，他真的很勾引。来，直接抽。也不要看着抽，这样最准。1、2、3、4、5，他真的没有看。你看我家不要看，他很勾引你老公真的很勾引，对不对7、8，他完全没看，很公平。9，他真的都没有看。叫他不要看，他真的都不会看。不然人家以为我们作弊。对，10，最后一张。最后一张哦。我自己感觉是，我觉得越成功的人，其实他会越低调，然后他会越谦逊，而且第3个他会越亲切。然后今天就是真的很高兴，然后文心哥来我们现场，然后我很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看到你，真的，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温暖，然后我觉得有气质，然后有那个底气的男生。现在这种男生真的很少了。然后如果线上那个单身的，要以这种为目标，还有林董，这样好不好？就是要顺便带一下我老公。然后真的今天也谢谢文心哥，